上兩集咧介紹咗兩個造型非常可愛嘅5合1充電座啦，分別就係 Hello Kitty 同埋玉桂狗兩大 IP 嘅造型嘅。咁你話如果想唔要咁可愛，要熱血啲得唔得啊？咁我哋亦都有王牌日漫啊 One Piece 海賊王裏面嘅路飛造型啊，見到係路飛太陽神尼卡5檔嘅狀態啦。咁同埋呢個充電座係圓柱體啦，刻意做翻一個 One Piece 裏面嘅酒桶造型嘅，同之前嘅5合1充電器一樣啦，佢支援3個位置同時嘅無線充電，包括上面嘅電話充電啦，就有15瓦嘅輸出；後面嘅 AirPod Pro 無線充電有5瓦嘅輸出；側邊嘅 Apple Watch 無線充電咧就有3瓦輸出，咁係支援同時合共23瓦嘅無線充電輸出嘅。上面提供俾手機嘅無線充電位置咧，除咗支援呢個 QI2 之外咧，亦都有磁吸嘅功能嘅。咁啊，最大咧可以去到65度啦。你不論打直咧或者打橫咧，亦都可以攝住喺度咧，當一個手機座使用噶。同上次一樣啦，除咗支援咁多個無線充電位置之外咧，仲有呢個小夜燈功能啊，仲要係暖色添。咁你就算唔開燈啊，夜晚咧你都可以見到佢擺咗喺邊度啦。X-Power 嘅充電產品咧，全部都有過熱、過充、過流同埋短路嘅保護裝置，咁就唔需要擔心安全嘅問題啦。如果你有頭先我提及嘅無線充電產品超過1樣嘅話咧，咁而坊間嘅充電座、充電器等等滿足唔到你咧，就可以留意下呢個咁靚仔嘅 One Piece 5合1充電座啦。呢件 X-Power 產品都有1年保養，半年內有壞啊，仲1換1添。仲有購買任何 X-Power 產品咧，即可喺產品表面啊做翻個個人刻名服務嘅，訂製個人以及公司嘅禮品啊，打造你獨一無二嘅禮物啊。詳情可以向 X-Power 客服查詢嘅。